喺大良地大良東區位置，想揾間鋪位，專門做美容院啊，或者係做一啲茶飲嘅一啲茶室休閒地方咧，就呢個鋪位 OK 嘅啦。呢度咧，你咪睇佢正啊，黃莊大正，對面呢邊順豐府入嚟就係噶啦。個路口呢度有間酒店，一樓嚇86方就有2層加埋300幾方。原來咧就係隔離4間鋪連住嘅，而家佢空翻出嚟，呢度2間鋪全部夾層做好晒噶啦，呢啲牆全部可以打到嘅。嗱，一樓咧就86方就有2層320方，最緊要地段。嗱，呢間鋪位咧單價租上嚟都係20蚊到一個方嘅啫。個喺大良地東區呢啲位置好難揾嘅，出到喺大路呢邊公交站，新貴路呢度隔離呢度咧有棟酒店嘅。喺度去順峰山好近啊，大良東區位置，咁做茶室啦，做一啲工作室啦，做設計公司啊，都 OK 嘅，20蚊到一個單價啫喎，你想點揾啊？嗱，就呢件啊，啱未過你睇啊，有鎖匙啊。